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粮食。到耶稣遮来的人，心灵的确袂夭糕；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焦。请收听活命的粮食。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活命的食物、活命粮食这单元呢，要特别为你邀请到真耶稣教会单总会赖英福团队呢，来对圣经当中来谈论一寡关于安息日真理的几项问题。赖团队你好，诸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是，咱有真侪一般教会拢讲啦，讲话恁真耶稣教会咧守安息圣日，甲这个安息圣日吼。当作安尼真重要的日子，这敢有啥物圣经的这根据，当佮甲咱提醒一下无？遵守安息日，咱创世纪第2章第3节遐有讲神属这个第7日，甲定做圣日，所以神看做圣日当然要紧，神要赐福气，当然咱会得福气。在10条诫命内面，有前4条诫命，就是叫咱尽力爱去爱神嘛，后面6条诫命讲爱疼人才就疼家己咧。在这个尽力去爱神，这前4条诫命的第4诫，记在这个出来记第20章第3节到17节，拄有15节，伫记载10条诫命啦。为这个第8节到11节就是伫记载第4条诫命。简单讲就讲，10条诫命用15节圣经，敢若记1条。这个守安息日的用4节圣经，用1/3就对啦。若为这字数来看当然各种翻译本无共款，但是咱来用国语好合译本，即摆阮咱常常咧用这本中文的圣经来甲看这个10条诫命用327字啦。第4条诫命就是讲，当记录安息日守做圣日用109字。真正是拄好占1/3呢，可见这个守安息日这个代志是足要紧的。况且伫马太福音第5章17节18节遐咧记载讲主耶稣来伊是要来成全律法，天地拢要回去啦。但是律法的一点一画也袂当回去。这是咧甲咱讲，神爱咱遵守的安息日，咱就要好好去遵守。在这个耶利米书17章27节，甲这个历代志下36章17节到21节，咱拢会当看出，古早犹太人被掠到巴比伦做奴才70年啦。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因无咧守安息日，为巴比伦倒转来了后，因得到这个觉醒，国家存亡就是去遵守神的律法，爱遵守神的安息日，神爱人遵守的。这记在尼米记13章15节到22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尼米记10章的28节31节遐有咧记载，讲这以色列百姓为巴比伦倒转来，因醒悟起来咯，因发咒起誓，就是讲因咒抓，讲今后阮得较遵行谨守安息圣日。所以可见这个安息圣日甲神的百姓要得到福气有密切的关系。若是有守安息日，神会赐福气，保护平安。你若不爱守安息日，有足侪唔好的代志。所以神有当时看人不爱遵守安息日神甲人教训咧。像咱也无遵守安息圣日，伫咱教会内底，敢有讲有一寡人因为无遵守，去互神甲教训这个代志。这差不多30年前左右啦阮这新人院一个同学嘛山川道啦也未来读新人院进前，伊就是伫台东市咧开计程车。但是伊感觉讲这生意无偌好做，趁钱趁真少。安息日拜六伊拢早起下晡，拢到教会来聚会哩。伊讲这拜六这就周末足侪人这个拜六下晡拢休困。迄个时阵车头上侪人来往，要趁钱上紧啦。有一天伊就想无我安尼啦，都早起10点教会有安息日崇拜聚会，我来参加。下晡2点一场我请假一个，我歹参加，我来驶计程车啦。迄一天真正伊就去做你知？哇！星期六下晡果然人客真多，再来再去，应摆迄个咱台湾钱真大圆啦。所以趁300块偌欢喜的，无条查某，咱即摆趁3000块以上足欢喜的啦。欢喜，拜六过，个礼拜，到拜一的时阵，
伊拄啊驶伊的计程车吼，伫咱这个大达县的海边的所在，海边公路啦。伊驶啊驶，安尼静啊！忽然间一个警察甲压一个，叫伊停车。你这只提出来看卖，提出来看。伊搭底下讲，你一本开红单的簿仔出来啦，我就开始写。我是安怎？哪会开红单？我也无安怎？迄个警察甲讲，你超速啊！所以我开红单，你就爱去监理所拿啦。心内真艰苦，摕到这张红单，所以开车开到监理所。我这开车超速，爱花济钱300块。伊就爱讲，哎呦，我顶礼拜六按照你下晡无去聚会，赚300块，偌欢喜的，想袂到我真来甲监理所讲，甲我罚300块，我白赚的安尼，白做的安尼，拢无路用去啊！互爱才感觉讲，天顶的神哦，你个教啦，你唔通哦，一个按照你就叫你爱守按照你，来教会聚会。纪念安照日做崇拜聚会，拜神，互你身心得到休困真好。你偏偏无爱，你偏偏要去趁钱，赚是共款了了去。所以互咱了解讲哦，遵守安照日的人，实在神的祝福去。所以确实人应该爱有一个觉醒，确实尊敬来遵守安照圣日。那安照圣日真啊重要，咱应该爱安怎遵守这一天来做圣日，做主耶稣的门徒都要按照圣经行事做人。所以安照日既然是10条诫命的第4条诫命，这么要紧所以咱要安怎来遵守这个安照日做圣日呢？头一点应该是要放罗俗事啦，用圣洁的心来行旨。伫以赛亚书58章的13、10条咧讲。你若在安照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无以操作做喜乐，称安照日做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做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个日子，无办家己的私事，无随家己的私意，无讲家己的私客话。这段圣经真清楚地甲咱讲安照日你唔通行为世间去，你要调转你的脚步，来到圣堂，来做礼拜，来敬拜神。安照日你唔通用做世间事，趁钱做快乐，唔通安尼。你爱称安照日是神要互你休困的日子，这是可喜乐的日子，这是快乐的日子。你要尊重这个日子，尊敬这个日子，这是神所定的，神所设立的，这是祝福期的日子，这是圣日。安尼你就莫去办私客事，唔通去随着家己的私意去做代志，唔通讲家己的一寡私话。讲咱若是安尼做这就真正咱用这个圣洁的心放罗俗事，这迎旨神咧赐予咱这个圣日。在以赛亚书56章的第20节安尼讲，我爱谨守安照日，唔通去干犯，禁止家己的手，唔通去做恶。那安尼行，安尼持守的人便是福气。所以世人会晓放罗俗事，用圣洁的心来迎旨这个安照日，这个人就当为神的福气所以在安照日的时阵就是要像圣经内面安尼来遵守嘛。那安尼，另外一方面咱若参加教会这个聚会，这敢是原来是属于神咱伫安照日所当做的代志。咱若来到教会参加崇拜聚会咱到底要安怎做？伫利未记13章第30节讲，6日你都要做工第7日是圣安照日应当有圣会，就是讲要有这个神圣崇拜聚会啦。因为安尼所以主耶稣的时代。还是使徒的时代，因拢有在守安照日。咱为这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咱当了解，讲主耶稣照着平常的规矩，进入咧拿撒勒人的会堂，摕圣经起来读。所以安照日来参加聚会，咱都要读圣经，听圣经的道理。使徒行传13章14节到15节，42节到44节，保罗甲巴拿巴因这的使徒因都连续2个安照日，讲道理这安提阿遐人听，合城的人拢来组织，拢来听圣经的道理。所以讲安照日都爱准备心，来读圣经，听道理，用这个道理互相彼此劝勉。所以使徒行传15章21节遐有咧记载，讲自古以来，摩西的册，就是这旧约圣经摩西五经在各城里拢有人在传讲，每拄着安照日，
在安息日就摕去上托，所以这个旧约圣经吼，新约时代的人就摕去读。咱今日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合过来读16卷，一本完整的圣经，咱摕起来读。所以安息日参加聚会，一方面唱诗祈祷，一方面听道理，一方面读圣经，一方面互相冠冕，这是应该。除了这以外啦，若是利用安息日啊，咱来传福音啦，来救人啦。来宣讲耶稣基督救恩，安尼敢有啥毋对？这当然是上好的代志。咱来为这个马可福音第1章吼，甲查考起来吼。我主耶稣吼，我安息日吼来到这个迦百农的会堂的所在，就摕圣经去教训人，看到迄个犯鬼的人真可怜，吼魔鬼欺负，就甲赶出去，可以得到安息。主耶稣这个安息日聚会了后，伊佫出来。去访问西门彼得的这场佫医治伊的热病，互伊会当快活个得到安息。所以安尼看起来，主耶稣吼，伫安息日的时阵，伊拢宣扬这圣经的真理，宣扬天顶的神的救恩，行善救人，佫参加圣工。所以使徒行传17章第1节到13节遐咧讲，保罗甲西拉因伫帖撒罗尼迦的所在，因照着所常的规矩进入会堂。1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甲人这辩论，来宣扬神的这道理。所以为这互咱清楚会当知影，安息日这个日子是要互人得到安息。人真正会当得到安息，就是会当真捌真神，会当相信救主耶稣，会当接受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才真正会当脱离魔鬼的控制，来得到安息。所以保罗甲西拉。因就是1连3个安息日，佫是所常的规矩，真清楚甲咱指明吼，讲耶稣守安息日，使徒因嘛拢守安息日，而且安息日的时阵，因拢本着圣经，所以讲咱道理的是非吼，毋是用人讲的，毋是讲阮倒一个宗派，阮是偌久的历史，阮才有博士啥，拢毋是这，上要紧是本着圣经来辩论道理，宣讲道理，这就是安息日应该爱做。在马太福音12章的第10节到13节，也有咧记载，讲主耶稣甲人讲，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主耶稣叫一支手高打去的人，叫伊手撑出来，手一撑出来吼，这个手就好去，就真方便，会当自由活动，互伊手会当得到安息，这个人嘛得到安息。所以互咱了解，安息日会当宣扬真理，传扬救恩，行善救人。所以咱安息日参加教会一个救人的、帮助人，或者圣工，这种疼人的代志，这种可以做啦。所以咱听得到咧讲，根据咧圣经内面，咧讲到安息日运动会当去做，或者善事，尤其是传福音救一寡人来得到神的恩典，这其实主要所祈祷伫这个安息日，伊拢是安尼去做。伫安息日的时阵，咱是不是当借着这个安息日的时间，更加去体会到天顶的真神吼，伊会创造万物，甲伊救赎恩典。那讲这个安息日吼，创世纪第1章31节遐有咧讲，讲神看到一切所做拢足好的，有暗示有早起，这是第6日。可见神创造天地万物。足好足好诶，足好足好是要为着啥人？为着咱人嘛。神造天地万物是要互咱人来享用诶。所以神造万物做甲真好势，真正就是互人会当住在神所造这个天地内面来得到安。所以这个创世纪第2章第1节开始，毋知讲天地拢万物拢造作咯。神的工作已经完毕咯。毋知讲第7日休困咯。毋知讲神属第7日定做圣日。因为神所创造一切工作拢做好所以神就安息了。所以这个安息日咱一定会晓心来感谢天顶的真神，做天地万物互咱用，咱今日才会当在主的爱内面得到安息。过来就是讲罗马书第5章第6节到第9节遐有咧讲咱信耶稣的人，咱会晓耶稣互咱真正得到安息。因为咱咧个软弱的时阵，还个做罪人的时阵。讲起来，软弱的人，大家拢嘛无介意，因为伊爱人帮助，增加人的麻烦。做罪人，这人真讨厌，一点都无可爱。人个软弱，做罪人的时阵，主耶稣基督，伊就按照神救人的计划，为天顶来到世间，道成肉身，为咱的罪孽定死在十字架顶，为咱流宝血，为咱死。
所以靠着耶稣的保惠，今日咱会当借着合乎圣经的一种洗礼的方法，互咱的罪这就赦免，这就洁净，会当在神的面头前被称作义人，免掉神的这个愤怒，会当脱离魔鬼的权势，无必要被判落地狱受永远的刑罚。这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世间替咱定死十字架的救恩。所以安息日想到咱本来伫魔鬼的管辖之下受控制、受欺负，做罪奴才，做魔鬼的奴才，真可怜。耶稣替咱定死十字架，替咱留保惠，用伊无罪的性命来救咱这有罪的人。所以咱今日会当信耶稣，安息在主耶稣的恩典中间咱就爱做这安息日的时阵，来纪念神创造天地万物的大工程，互咱当生活得真好。纪念耶稣基督为着咱定死十字架这个救恩，互咱今日脱离魔鬼的权势，成做神的囝儿，享受神囝儿的福气，会当安息在神的爱中间，这咱来常常来纪念。所以安息日非常的重要吼，咱对圣经内面十诫，咱嘛当做清楚，这是神所定这个圣日。也借着安尼，互咱知影讲，今日咱遵守安息圣日，就当放下俗事，以圣洁的心来迎接着安息圣日，并且参加圣会，来读圣经，来讲道，来劝勉人，来听道理，并且呢，借这个机会嘛当利用安息日来报道、传福音、见证人，互人来信耶稣，做一寡救人的圣工，并且借这个时阵呢，来纪念神的创造之功，甲伊救赎恩典。咱感谢大潭道今日用在这来甲咱勉励，较像影信耶稣的人的这个日子，拢有圣经的根基伫咧过活。咱还未信耶稣的人咱或者一天过一天，所定的这个一寡日子或者欢喜伫咧过，但是对咱来讲拢无帮助。但是咱今日基督徒来当根据着圣经来相信遵守安尼圣日，这是神所欢喜的，并且将来有这个活法的盼望。咱感谢大潭道甲咱做这样美好的勉励，甲对圣经中间的一个探讨。咱请大潭道带领咱亲爱朋友伫空中来向天顶真神来祈祷，求神来祝福你，甲你全家。咱请做伙额头闭目，心中默祷。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亲爱的主，你是阮天顶的真神，你造天地万物，互阮用，互阮活在这么爽快的这个世界内面，这拢是你的赏赐。只是阮有足侪同胞对主耶稣你无真正认捌，因为安尼因袂当在主耶稣你的怀抱内面享受安息。阮今日会当接受你赦罪的洗礼，互阮会当在真教会内面体会到你的恩典，阮会当来领受你互阮的安息。阮心中充满着感谢，阮恳求主你互阮每一个人生出这个感恩的心，会当将你的救恩来向众人宣扬。互人知影，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人，只要来到你的面前，你就要互阮得到安息。求主你甲阮同在，赐阮力量，圣灵帮助阮。哈利路亚，阿门。阿門。感謝大潭道，咱大家平安。平安。